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吼，爱同大家来分享一项，哎呀，真嘅是清好食，想到佢就想到有那种米线，嘛个米线呢，到虾味，爱同大家来分享吼这个虾味黏黏的呀果子，按到哈密瓜，没有人喊佢按到用香瓜，没有人喊佢按到梅龙。大家人可能想到那种果子，就会知道，哎呀，日本的清好食，外国的清好食。不过其实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台湾自家种的哦，韩国品质一定好。谢谢大家先来分享今日节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係對大蘭來嘅范玉鳳，玉鳳姐，歡迎。嗨，大家好，我係范玉發，我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好，歡迎玉鳳姐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嗰首也啲台灣種呀，美容呀用香瓜，係啲苗啲大蘭種嘅。你嘅果園就係啲大蘭。對對對，我的果園就在左蘭。在左蘭，佢說左蘭，大家可能想到講中島都買個葡萄啊，對，也有對大梨，對不對？葡萄、泰梨呀，的，冇想到沒有種按用嘅用香瓜，也有種，有，因為那個地方不多人種，可是其實那裡也是很適合種。真嘅哦，因為左蘭是好山好水，很適合種植很多水果。跟你這片嘅果園差唔多範圍有幾大嘅？哦，我有2塊地，一個差不多2分半，一個到4分半左右。哈，不過聽講吼，你也雖然種呀用香瓜、種梅龍，頭擺唔係種按用嘅果子哦。哦，買了第一次種，第一擺種聽聽哦，跟頭擺年單嘅果園種嘅係乜嘅？聖誕紅，聖誕紅，就我們主要是花農，本來是種聖誕紅。哦，就那個耶誕節啊，你看到都會佈置很漂亮，又太紅太亮啊，用個顏色很漂亮，很喜氣聖誕節的感覺，那種聖誕紅。對。觀賞用嘅，愛用嘅植物是種花。對。啊，不過還有用辦法想到講，對日本種花啊，變做種愛用嘅用香瓜呢。哦，是在一個因緣機會裡面呢，就是因為我們花生病了，經過有人的介紹，到中興大學的那個植病系教授蔡東川教授來到我園子，他幫我看，是讓我看病。結果呢，他就在圈子看完病之後，就走了一圈之後，他就隨口提起說，你這個地方如果來種哈密瓜，品質一定會是很優的哦，甚至是全國最好的品質。哇塞！那就興起，我們回家跟我先生就想一想，興起個念頭說，我們聖誕紅只有做半年的季節，有半年是空窗期是空着，溫室是空着，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嘗試看看？那就開啟了我種洋香瓜的。嗰時候就按用講嘅話，就喺度後喺寒天的時節，差不多幾多年嚟開始你的溫室而開始種聖誕紅。我的聖誕紅大部分是6月到12月。6月到12月。對，所以上半年是空窗是空的。啊，嗰時候調前的時間，度後。對。那剛好我又想到說，在這個之前這樣種下來，好像可以符合端午節送禮用。啊，端午節做得送禮啊！不過也下端午節5月節已經過體嘞，現在是半夜半中秋節了，對不對？對啊，後來種了幾年之後，覺得有心得之後想，中秋節是送禮的節日，那就另外再置一塊地，就是專門做洋香瓜生產。哇，就變成專業區。洋香瓜的專業區，嗰時你還有兩地，一地係聖誕紅加洋香瓜，啊，另外一地就是專門用香瓜去做嘅，加栗子南瓜的專業區。嗰時按用你一年你做得產出應該講產出2項東西，一項係聖誕紅在寒天的時節，啊5月節做得出產100洋香瓜，啊中秋半夜半嘅中秋節又做得再過100，對。哇，嗰時候你按用規劃都懂好呢，規劃得很好，對，就剛剛好可以搭配得上這樣。韓國亞用香瓜同那個聖誕紅，剛好可以講全部都是在溫室裡面種植的。對。所以亞的用嘅東西全部都得統用，對。也不太用再多付出太多的其他設備。對，那些設備都是剛好都是可以重複使用的。我們又用泥土栽培，所以幾乎都是在重複使用，沒有浪費一些資材，也沒有浪費一些空間。
其实吼种呀梅龙，做嘛该种到好吃嘅梅龙按难，他接下来落嘅节目当中还会继续同大家来分享。不过吼，也要同大家来讲嘅係，其实也根本嘅带来嘅梅龙嘅品种。我是没谈过啦，它的名字很特别哦。像用风纪来同大家说一下，你根本嘅带来呀梅龙，它的品种的名称我都嘛改啊。日本的，它是日本品系的阿露斯洋香瓜。阿露斯洋香瓜，有人也叫做阿露斯哈密瓜。阿露斯哈密瓜，我所说的嘿洋香瓜还是哈密瓜？其实洋香瓜、哈密瓜。其实是差不多，翻起来是都是统称叫哈密瓜、洋香瓜，可是它还是有细分呐。可是，一般人就是都叫比较会叫哈密瓜，好像是有点分不清楚到底是哈密瓜还是梅龙，还是梅龙又不一样哈。梅龙是一种光皮的，是那个没有网纹的，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香瓜，对不对？小颗的那个就叫梅龙。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洋香瓜，或是哈密瓜。洋香瓜或哈密瓜就是它太粒呗，然后有网纹的啊，安永迪耶。古时候真的刚刚讲的，这个品种叫做阿露斯。对，阿露斯。这个阿露斯的品种是日本来的。对，其实如果哈密瓜来讲，在日本来讲，它阿露斯是算最顶级的瓜。他们全年有一颗单拍卖价就是台币可以拍到48万一颗。单颗台币48万，一粒哈密瓜，你懂？就是这样大小。48万是什么币呀？台币。台币48万，可以买一台小车了耶。今年是拍38万，一单颗像这样子，一颗3斤重，好难想象哦，真的要改。那个网络上一打开就可以去查得到，他们都有记录的。所以在日本来讲，这个算是他们很顶级的瓜。都是拿来送他们最重要的客户，或是说送给最心爱的人吃的。哇，在日本来讲是非常。阿佢每日当用很好，有办法都要去好下来吃都会流出来啊，很期待。不过虽然佢当好生很顶级，不过种出来咩懂困难。对呀，它的难度就真的是蛮高的。对，有那有同一般像种这种瓜果类啊，比起来比较难很多。对，所以也很多人有去试啊，可是也很多人退出这个市场，打退堂鼓，因为它难度太高了。对，台湾其实很多人都有去尝试，也大部分也很多人都退出这个市场，都失败，就这个品种没办法。对，它难度确实是比一般的我们台湾的哈密瓜来讲有比较难很多。古时候也难的素材，等下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先同大家来分享这个阿露斯的好米西。要这种品种啊，大概体色都哪一片？我们先从外观开始来分享好了。它的 Noboy 是看起来是有懂扎很密集的网纹，对不对？对，其实它的网纹瓜来讲它的网纹就是很均匀、很漂亮，它很立体。它的瓜米细的就是立体、凹凹凸凸的，都摸得到那个纹路，就超对。韩国切开了，感觉肉冻盆呢，肉质就看起来很绵密，对，而且好厚哦，对不对？对，它最重要，它是藏起来之后，它有一个很特殊的那种香气，吃完之后嘴巴有那种很清新，口感很绵密的感觉。那我就迫不及待要来吃一下了。先来看一下它的肉色，够肉的色有一点是黄绿色的。对，这是算黄绿肉的，它有分橘肉跟黄绿肉。披起来就会淡淡香香那个瓜果的清香味。对，它有一股清香味。吃起来之后有很绵密，就是很甜很绵密。那这是一种脆的口感，对，要让它脆呀。那是因为这个是还没有经过后熟，所以它是脆的口感。可是如果呢，你喜欢它可以有很多层级哦。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然后跟后熟的常温后熟的，再吃一块。对，好吃哦。对，这是脆的口感。如果呢，你要吃那种很绵密的，那跟后熟的天数、采收后熟的天数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你喜欢吃稍微脆，你放个3天4天，就放冷藏去冰就冰镇之后，那个口感更好。然后你喜欢吃那种软嫩多汁，用汤匙挖起来，哇，很 juicy 那种的，那个就是要放7天
差不多后熟，在常温后熟，采收后常温后熟7天，然后切起来就会再切开水整个流出来，然后汤匙一挖，哇，水好有画面感哦，非常好吃，而且很香，然后入口即化，绵密。哇，对，那就是7天后熟冰镇后就很好吃。不用无香香的时间，就做的是都无香香的呀用香瓜的口感哦。故说好有关呀哈密瓜还有乜个东西，我同大家来分享嘅呢？先休息一下，等下一趟再继续同大家来讲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下用香瓜。家下顏色噶用香瓜食起來吼，雖然佢係掙扎下來，佢基本已掙扎嘅嘛，對不對？現採食起來嘅口感係脆脆，唔過還係有甜，還過係連皮嘅親密親帶下嘅片都還係甜嘅哦。對。按用嘅用香瓜食起來按甜按香按脆，唔過同我頭擺食過嘅哈密瓜咪是冇乜嘅共用。頭擺食到嘅哈密瓜真的就是有一種很重的哈味，這個係有啲人會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唔過像按用嘅咪是啊，知道它的哈密瓜本身嘅那個就是所謂的那個哈味已經減少誒，也就係高香清甜嘅咪是，而且加上我食到嘅係。掙扎嘅，故說很動車啊！一般人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喺講人家就上嘅是，他車口位做得不用北上，不用3-4年嘛，對不對？你是北上常溫哦，常溫後熟要在常溫哦，這個叫後熟，後熟一定要在常溫，然後呢，後熟之後再去冰一下來吃，這樣，冰鎮的口感是不一樣。上愛食呀綿密的、多水嘅，愛用愛不用幾多年，差不多7天，在常溫，對，7天之後再吃，放入冷茶啊，然後再來吃就多汁，而且那個香味會更濃。哦，多汁香濃。真係講到啊，談到後來是就悠悠滾的哦，都快流口水了。不過像做的中車案後品質咧呀，哈密瓜就聽說愛啲大蘭嘿，大蘭有乜個反應做的這麼適合按用嘅阿魯斯的品種？卓蘭其實是很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因為它緊鄰大安溪畔，它的日夜溫差大，其實很多水果都需要那個溫差大，它做出來的品質其實會非常好。按用溫差差唔多有幾度啊？哦，如果以我們來講，都有15度以上，日夜溫差都有15度以上。你假使講平常時熱天好了，到亞下熱天差唔多30度、30度，啊，故說安布亞就有可能到15度這樣子的溫差。對。哇，按太嘅溫差。對，所以呢，在卓蘭生產的水果，一般來講，品質只要是就管理得當的話，品質都會很優秀。對啊，哈密瓜更是需要這種溫差大的水果，它會醞釀出它很高品質，它肉質就會特別的綿密，好吃。啊，唔過我哋上嗰啲後，像按用這麼品質這麼好，要係講像其實喺台灣要吃到哈密瓜也沒有這麼容易，唔係講一年四季都食得到。哈密瓜在台灣有哪條蔬菜有種啊？在台灣來講，哈密瓜是雲嘉南其實是大產區，他們都一直有生產，可是跟我們這個是比較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這個對品種的不同，還有我們是做偏向比較高品質的，他們都是種在地上對，我們是直立式，在溫室裡面直立式，而且是犁土栽培，就籃根的方式種，用籃子。你講用籃子，故說很像，你可以想象說一個籃子4方的籃子，然後裝土之後啊，一顆一顆獨立的這樣子。哦，這麼高啊！瓜就用吊起來這樣。可是你看哦，哈密瓜一顆這麼大顆，可以用吊哎，不會太重哎。不會，它這樣吊起來之後，它可以通風，它可以比較減少很多病蟲害。然後你說連底種嘅方式，還種到藍莓底度。對，在籃子一個籃子裡面裝土，這樣子有很大優點是說，它犁土栽培可以減少很多的病蟲害，尤其是土壤上的病害，還有連根
连作障碍。土壤做久了有没有会有产生连作障碍？这兰根它的土壤消毒之后，它可以重复一直使用，是一个很环保的。还要再消毒，要使用，每次使用都要消毒。对对对，因为多少都会残留一些病毒、病菌。那我们是用热水消毒之后，就会把这些病菌、病虫消毒完后，下一季在种的时候就会减少这些病害。哇，那就可以减少你使用农药的量。对，不用去使用。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懂景资跟中东西跟方法，中购资跟方法。我们讲精致农业。对对对，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啦，很环保，也很可以爱地球，也可以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而且资材可以重复的一直使用。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清好吼，对啊，故说天时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又有一张问题啊，一平常时去买安用嘅用香瓜，全部加湿都冇便宜，其实都蛮贵的。对对，啊，像安用嘅用香瓜，去那波爱掏嘅时间，我用满掏。漳州的掏到青红色的，哎，穷用一颗一样这么多钱，我当然要挑到青红色的呀。哦，对呀，如果是在挑选洋香瓜来讲，说当做我们去水果摊那一摊的那个洋香瓜里面，我们就是从第一个开始从它的外形来看。好，外形。对，外形我们要挑，它外形的话可能是圆形也可能是椭圆形，那是因为它不同的品种就有不同的果型，所以你就要从这一摊里面看出，哎，它这个是椭圆形的还是圆形的，那你就挑果型。如果是它整摊一看就是圆形的，那我们就挑一个第一个像果型很端正的外形，第一个是外形，就很端正的啊。第二个再来就是看到纹路，这个我知道，这个懂你就会讲吼，哎，偷下网纹越密的越窄嘞越厚色，是这样吗？也不是，因为网纹也是一样，不同的品种，它网纹的分布会不一样。那我们也是要在整摊里面比说它的网纹是分布最均匀的。就以这个来讲，要很均匀，这样是它每个地方都有网纹啊，每个地方的纹路的大小啊，什么都很均匀。这样越均匀的。不要说这个地方网纹很粗，这个地方很凸，这地方没有网纹这样就是这颗的果实的品质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要平均，对，它要有很多网纹没有错，但是它要整颗规粒被都匀，对，然后那个缝隙不要大小差太多，对，哦，不要鸦片懂栽，鸦片又很稀疏的感觉，这样子是表示说它这颗瓜的成长过程是很在气候上或是成长的时候它是很稳健的。在它的成长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病虫害，遇到什么天然所以这颗果实酝酿出来之后，它就会是最好吃的。一般人在偷瓜类的时间啊，青蛙用嗲。这个瓜就不是用嗲，瓜就还有再来就是看它的这个纹路的话，这个地头，这个叫地头，对，这地头的地方这个地头懂齐呢，很新鲜。对，这个是因为这是现采的，可是呢，我们在水果摊他们放久了，因为有后熟，会慢慢的干掉，那是正常的反应啊。可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绿的地头，那是最好。如果这表示说它是还新鲜采的，可是你回家之后，你就是要再放后熟一定要室温后熟。对，一定要放在常温下后熟。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它叶石头啊，全部就懂捏。对，地部卡迄个无开人去，个室内的温度可能会有到30度哦。那这样子哈密瓜放在常温也没相关吗？对，你只要不要是它太阳曝晒，那尽量还是要放在阴凉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对，不要有日光的曝晒啊，不要这样子阴凉的地方常温这样就 OK 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嘿，因为先前买的一串姜枣呀，姜枣冻多嘛，对不对？姜枣冻多就冰到那杯因为温度太高诶，规派这含强啊，强的就做唔得冰白上，古送的就都那杯太热嘞，冰都全部软。对，其实是跟温度有关系。如果温度越高，后熟的速度就越快。所以那你就要时时去观察它。像这一颗哈密瓜，这么高贵的东西，你就要去注意说，差不多了。如果因为这是基准，它不一定说我一定是3天5天，还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要自己去判断。对，差不多像地头干了，然后或是果底有比较软了屁股。对，这个果底压一下，有一点软了，那个也赶快要放到冰箱，就放到冷藏去，表示说它后熟了，已经够熟了，可以放到冰箱了。
就可以很暗呢。不过吼，做嘛个呀，哈密瓜会有暗度嘅纹路，也係基本嘅讲生农民啦，爱同大家来分享嘅哦。这个纹路因为暗度瓜，就像哈密瓜有这样子的网纹，生了要网纹很用的来呀。哦，如果说到哈密瓜的网纹，它还是经过一番的它的辛苦，它才有形成的。它是在一颗里面本来是光皮的，然后在成长过程中它会产生裂痕。啊，裂痕。对，裂痕之后，然后再愈合之后，慢慢形成的一个。怎么觉得跟妊娠纹的形成有点像？对，其实它就像一个艺术品，像妊娠纹一样，它会一条一条先纵轴，然后再横轴的裂，裂完之后愈合之后才形成的网纹。你嘅哈张底呢？嗰种见我有一些像输送过后再结痂。对不对？啊，结痂就是一个像刚刚的皮嘛，就是哈密瓜网纹。对，是这样形成的。哇，这很特别。对，所以在哈密瓜南固的地方，也是因为它有经过这个裂纹。所以呢，那个水分的控制变得相当的重要。如果控制不好，那个网纹就形成就不漂亮，或是说甚至会变成瑕疵品。这样很紧张哎，看到哈密瓜裂唔低，算了会嘛个问题。非常紧张，非常紧张。对，到现在网纹在裂的时候，我也是会小心翼翼的，因为它给它裂个不好，这颗就报销了，而且一株只有一果，那就报销。就完全没有商品价值，也不能卖了。对，所以它水分的控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裂网纹的时候，水分控制不好，它的网纹就会裂得太大啊，或是说裂得不均匀，那以后形成就会愈合不好，那个瓜就不好控制嘛，对不对？你看哦，种哈密瓜有按困难嘅素材，还有嘛个也对哈密瓜农民同艰辛嘅事情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又转到福起来的节目当中。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洋香瓜，就是人讲的哈密瓜。你看哦呀，全世界按都种果子，就像哈密瓜这个外表有按用的人讲的网纹，对不对？那这个网纹，刚才有讲到其生成的方式，就像输送又厚起来那样子结痂的感觉。古时候它是懂体片的一种果子。那这样子的造成它网纹的按用嘅输送，又会因为淋水嘅关系，水多佢就可能会裂动胎，对不对？对。所以像刚刚有凤姐讲嘅，爱浸嘅哈密瓜，爱浸这个网纹分布很均匀的，就表示讲它的水分也分布的很均匀，不会一下会太多水，一下会太少水。对。嗰时候嘅就表示讲，也要种嘅时间嘅水分要控制到刚好啊。对啊，其实种洋香瓜最困难的地方，而且最需要学的地方，就在水分的控制。水分的控制才是它最大的精髓。水分控制的，尤其是这样裂网纹的时候，水分控制不好，它网纹就可能裂得很大，愈合不好，或是网纹就会分布不均，那就整个就变这颗瓜就没有商品价值。可以一般就按用高经济价值的作物，你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灌溉？我们是用滴灌的方式，可是呢，也不全然可以靠滴灌。因为呢，这个洋香瓜它本身水分控制那么重要，它还要考虑空气中的湿度，就是空气中的水分，还要考虑它植株本身的水分。因为其实一颗瓜里面占了80%都是水分，还有土壤的水分，那都要考虑在内。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在天气不好的时候，点滴可能不能滴灌的太多的时候，可是呢，空气中有在蒸散，那就要用人工的方式稍微补一下。所以它水分的控制就变得非常困难又重要。真的好难哦！你像随时注意，觉得很困难。你说空气当中的水分、奶油当中的水分，那都是看不到的。对，这都要考虑。对，这都是要经验法则，还要都考虑在里面，才能把水分控制好。
来才形成美美的网纹。美美的网纹还要美美的，美美的网纹是要很小心、很小心控制出来的。然后还要装在篮子里面，不给车类上工松。然后像这样子这么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懂豆购子全部都要蔬果嘛？对。那其实哈密瓜没空用。哦，对，那个是一定要，而且我那如果要做出高品质，它一株就是一颗，它只能留一个果。其他的全部都要输掉，所以你按用一条就这样一粒，一粒，而且这一粒要留在中结尾，只要这个结尾所谓中结尾，它一颗可能我们是以28到30片叶，它就要留在12到14，跑到这个结尾之后呢，这颗瓜也等于是品质不好，我们也是报销。所以通常按用一条藤蔓一条的哈密瓜藤，它正常来讲都得上几朵粒，一粒，我说正常的状态，不蔬果的状态，不蔬果，它全部可以结它可以结多了10几粒。对，可是你把那个10几粒全部就没耶，对，就留一粒，对，把所有的精华就留给这个果实。哇，就是这样子，哈密瓜将会暗后色。对，而且呢，我们是一定会留在中结尾，中结尾以日本那是日本的经验法则，中结尾会做出来的瓜，不管网纹，不管肉质，不管甜度，都是最顶级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日本的技术，古时候也聘从日本来的，它的种子呢也是从日本，对，完全是日本进口的种子。那我们自己育苗，我们是从日本进口，那这当然是要经过海关当过检验进来之后，我们就自己育苗，要有一颗很健康很好的瓜收成，就要从健康的苗开始，所以苗我们就一开始就自己育，对。哇，连育苗都要自己来。对瓜果类所有的果子都可以用啦，要产生最重要的就是授粉这个阶段而搞法。那有些也是一样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家的，就会用人工授粉，还能够用毛笔点的，你知道吗？初期我也是用人工授粉，然后呢就用毛笔去帮它一颗一颗，对，去帮它授粉。授完之后授个5、6颗，然后再去挑选一颗最好最端，在中结尾授了5、6颗，然后留一颗果。可是后来呢，因为觉得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真的。他们说我有机会到去日本参访的时候，发现日本人也是用蜜蜂，他们也有用人工授粉的，也有人用蜜蜂。后来回来之后，我想工作量太大，不行，我们是引进蜜蜂来帮我们授粉，所以我现在也是蜜蜂天数，对用。可是呢，蜜蜂授粉我还是每天，它授粉期间我还是每天要去巡，它授粉好了没？还要看一下有没有授粉，有没有正，这颗果不正就赶快打掉，还要做个记号，说这个是今天授的啊，明天授的，那我大概登记个日期，做以后判断，还是很多工因为一张构岩，一张温室底路，你又给多条，这个哈密瓜藤，还有一朵蕊伐，你要去一朵一朵的去看。对，也是虽然是蜜蜂减轻了一点工作量，可是还是很忙啊，还是每天都要去巡它，很辛苦，每天要去看它这样。然后刚刚讲的有这个兰根式的种法大白中一百还会老这个土高温消毒杀菌。对，黑狗有虫你给发，真的看到虫子怎么办？虫子我们现在会养一些天敌啊，一些虫子，尽量我们是做高品质一些不没有农药，是安全的，让消费者吃得很健康、很安全，不要有农药残留。所以呢，就如果说有看到一些虫害，我们就尽量用一些天然的方法。我们像说有害虫，那我们就养一些天敌来克服它。哈密瓜的害虫是什么？哈密瓜害虫，哈密瓜来讲，它南顾的话，其实它病虫害也是很多，害虫也是很多。对一般害虫它很多，可是我们要就是一项一项去克服它。现在最近也很多，因为台湾农民的意识抬头，也年轻化了，所以农民都很懂得说，要让消费者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就会去找一些我们以物吃物，就是很自然的方法，尽量不要用农药的方式，可以顾得起来，又可以把品质做出来，又尽量少用农药的方式。那我也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现在也用一些益生菌。浇灌一些益生菌，让根系长得更好，然后它提升抵抗力。对，跟人一样吃益生菌之后，它抵抗力好，用这样的方法，它抗病性也会增强。那这样也会减少你农药的用量。对，除了种的时间要懂注意，连菜蔬的时间都要懂注意哦。有可能你花动多的时间，花动多的精神去种呀哈密瓜，不过菜蔬的时间。
某抽这个不正确的采收时间，可能你摘下来的哈密瓜就不好吃哦。对呀，这个采收是很重要。这么辛苦，从一个育苗一直过到它快成熟、快长大了，采收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哇，这颗瓜就非常可惜。所以采收是非常重要。要挑什么时机不能采收？应该这样问。什么时机？其实呢，采收要单看要它判断的时机就很多了。就以我们来讲，我会以天数做一个基准，然后会判断，还有学会一些怎么去判断这颗瓜果的熟不熟。像有一次啊，我刚好有机会要去日本去参访人家，学习一些哈密瓜的种法果园，那就想出国，因为刚好遇到采收期，那我想说，我就把工人叫过来教他说，我们怎么去判断采收，还有我都有做记号的天数，做准则，想说，这样应该 OK， 让他采收没问题，我就出国去了。结果呢，我到日本的第3还第4天，客户就打电话来说，范小姐，你的瓜这几天采的瓜怎么都没有像你前几天那么甜啊？怎么会这样？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回来问工人说，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客人说你采去的瓜这几天不甜，结果他就说，老板娘，你出门之后呢，这几天全部都在下雨。我想，哇，下雨连下了4天的雨都完全没有太阳。那我想说，哇，那可能是因为光合作用不够，所以导致它的甜度不足了。可是落雨的时间中，我们的采收，落雨太不甜，都不是，可能是因为，是因为那下雨的时候，它光合作用，瓜的甜度是在后面那几天是酝酿的，直线酝酿。可是，在那后面那几天，它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没办法，它的甜度无法酿出来，酝酿出来，所以呢，那整个甜度导致它甜度就下降了。对，所以我就赶快请他说，那你暂时先不要停，等天气好，我回国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哇，所以呢，采瓜跟气候也有蛮大关系的。真的不容易吼，连要采收跟时节都要这么注意，而且还不是说下雨就一定不能采，这还是要看状况。对，这个是完全看状况，不是说下雨的都不能采，那看他说，我们可能有半天的光合作用，那可能就是延后几天。如果是整天都是下雨，又要延后几天，这都是经验法则。对，这种东西都会按要看经验法则。古时候基本也有倡导要专业嘅农民，同大家来分享佢自家嘅经验。希望大家每种在了解到，你看一粒哈密瓜，我种到暗好嘅品质有几难呢？希望大家会多多增加你台湾嘅果子也得。今日什么用风机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时看休息一下，休下来做运动哦。